道是谁？我正想要弄明白你是谁呢。锁上你！走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们这号人我见得多了，话赶话的比我都能说。现在我也不去听，吃点苦头，实话就出来了。哼，关3天战龙再说。什么？押进了江宁府？对呀，小魏刚才去了芙蓉会馆。这怎么回事啊？我估计是海关道的人安排的。新来一个生人，张嘴就要做大买卖，他们肯定不放心呐。先让江宁府帮他们炸一炸，这是他们的老套路了。哎呀，这进了江宁府可不会太舒服啊。那当然了，那可是真龙贵体，弄不好就得翻车。哎呀，不行，现在翻车太早了。刚进江宁府，顶多鞋子湿了，离两腿粘泥还差得远呢。那得快想办法。人压在江宁府，真要让那个宝贝知府上刑的话，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啊！等，趁皇上还没有说实话，赶紧把他弄出来呀！可是谁能出面啊？这谁出面呢？这谁出面呢？这两边都不能露底呀！哎呀，怎么还不回来？那知府肯定没见过主子，即便是他进过京、面过圣，那也是跪在半里地外磕头而已呀。哎，下边这些土皇帝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？不会吧？哎呀妈呀！要是真的来几下子，那可不得了啊！哎，周堂，干脆您出面吧。没旨意，我不能露身份。哎呀，这不是已经火上房了吗？哎，主子这趟来，不能前功尽弃。取5000两银票来。如果是海关道交办的，花钱恐怕没用。那第一是早已经喂肥了，第二这帮人也犯不上为这几两银子得罪沙家兄弟呀。哎，这知府什么来路啊？叫陈宝坤，是雍正年间丁酉恩科的进士。丁酉恩科。那年我已经到了直隶了，还是我做建林峰的题。哎，主考是成亲王。成亲王？成亲王？对。上个案子里的那个玉麒麟呢？留给海姑娘了。一科主考就是本门作诗，取中的都要执弟子礼，这个是官场上最讲究的。所谓门生故吏，所谓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啊。好，我们就打他的主意。小魏魏，这个又是你想出来的主意？谁想都没关系了，重要的是要先把人捞出来吧。我问你，对那个叫谭台宝的，是你自己上了心，还是别人教你的？那当然是我自己了。哎，怎么了？城里的商人一抓一大把，可是，一提起这个谭台宝，满是爷的语气都不一样。现在又挖空心思去救他。那你担心什么呢？我也说不上来，就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。哎呀，不会有事的。那个谭台宝呢，是我自己摸的一张牌，我想拿它当枪使啊。你还拿别人当枪使？我知道你不愿意提玉麒麟的事儿，一说起那事儿呢，你就会伤心。我不是伤心，我是寒心。官场如战场。那是要踩着别人的骨头往上爬的，我不想你搅进去。其实我没想过入仕途，我只是想干件漂亮的事儿。我向你保证啊，事成之后呢，我就功成身退。别这么小气嘛！哎，就这一次，就一次，好吗？啊？好吧，
我跟你一起去。受不了了，真是天子，受不了了，真是天子，受不了了，真是天子。怎么着？嚷嚷什么呢？甭理他。朕主这一国社稷，朕主这一国社稷。他说什么？他说煮了一锅烧鸡，烧鸡，受不了了！朕煮这一锅煮这一锅烧鸡啊！你给我点吃啊！受不了！你慢慢煮吧你！还煮了一锅烧鸡，慢慢煮吧。这位爷，我们一点心意，收下。拿回去，拿回去啊！一定要收下。哎，嫌少？不是多少，是不能收。哎，我说，这是龙头票，哪儿都能兑，好使。银子是好东西，可不是什么时候都好使。回去。当官不打笑脸人。这位爷，给指条明路。这案子有大有小，还分是谁交下来的。这案子谁交下来的？打听多了，给你自己找麻烦。不管是谁交下来的，脑袋都比你的大。怎么样啊？5000两银子还看不上？他说什么？他说，案子有大有小，还得看谁交下来的。仲堂，别愣着呀，想辙啊！这什么？军机处，官房。亮身份，不想别的办法了？哼！这种狗官，我要杀他100遍！在下阿里衮，有事要见见你们太尊。太尊正忙，有事您跟我说。那你给他瞧瞧这个，他就不忙了。这是成亲王府上的东西，康熙爷的赏赐。我想你们太尊总得给成王爷一个面子吧？哪儿的话？您是？他是我舅舅。哎呦！成亲王什么时候成他舅舅了？成亲王。对了，成亲王是丁酉恩科的主考。那是他恩师啊！亏他还想得起来。恩师可好？还行，身子骨还硬了。公子此来是？没什么，到南边来散散心。听说我要到江宁来，舅舅还特别跟我提起您了。是。王爷说陈宝坤书念得不错，至今他还记得当年您考的那张卷子。陈大人，当年是取得2甲吧？不，是3甲，第7名。对呀，王爷就是因为这件事情一直遗憾到现在呀。他说，凭陈大人的才学，应该进2甲呀。真不知道怎么回报恩师啊。他倒也不贪图回报啊，只是您别抓了他的人就行了。什么？有个叫谭台宝的人，是不是在你这儿？谭台有，
他是个商人呐。他可是个非一般的商人呐。您知道他父亲是谁吗？不知道。谭泰用，是当年成王爷在玉清宫的伴读。误会了！你说我哪知道啊？去！是，下去！公子，您回去之后千万要担待一二啊！哎呀，你叫我怎么交代啊？我舅舅正在帮他阿玛保举他升吏部侍郎，你叫我怎么说啊？哎呦喂！你看看我们搅和上这档子事儿啊，那都是因为这。您想说什么？告诉我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公子问你为什么抓他？那不是我要抓呀！谁？这是海关道杀道台，他们交办的。你瞧我这活干的，我两头都得罪了。他犯了哪一条王法呢？抓人真不是本府的意思，要不改日到府上。先再说。哎呀，来！哎呀，人家活罪都已经受了，你总得有句实在话吧？要不回去我怎么给你担待呀？难道你是想？好。谭太公子，你是不是要和他们做买卖呀？做买卖还要先关战龙？哎呦，您几位是不知道啊，最近这地方风声有点紧。来了一个什么巡检使，好像要找海关道的茬儿。听说刚刚闹了一阵儿，惊动了巡抚衙门，惊动了聂司衙门，惊动了周边4省36道。哎，偏偏在这个时候你们冒出来了，这生人生面孔的杀道台他们不放心呐，所以委托本府先查查你们的来路，可以牢靠些呀。可是没想到江宁府什么时候归海关道管辖了？哎。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！啊，同地为官，相互都得有个照应啊！啊，不瞒您几位，像这样的事儿也不是第一次。这从来没有。您说什么？我是说，真还没有见识过。哎，几位看来是久居京城，根本就不知道下边的事儿。官场嘛，水至清则无鱼也。臣护驾不力，令皇上险遇不测，臣罪不当容。臣罪不当容。你还挺高兴。这真龙贵体95之尊都关了战龙，天都要塌下来了。哎，挺好啊！哎呀，我还琢磨着是不是得上个甲板呢。姐夫，这事儿可真要闹大了。哎呀，大老远的跑来，不闹大对得起谁啊？弄不好邢大玉怎么办？哎，刚过了一个江宁府就邢大玉，小了点吧？我告诉你，人家可已经进了战龙了。哎呀，想抓螃蟹啊，就别怕扎手哦，都想着让人家把那肉剥出来往你嘴里送，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啊？龙庭一诺，玉石俱焚。那还得看焚的是什么地方，恐怕顾不了那么多了吧？看吧，我们呐，要看看这位主子到底有多深的算计。要是光为了解气杀2个人算完事，魏道乐的辞官归故里。要是道行还够，就咬紧牙再往前趟几步，看清楚大清官场这片林子里都是些什么鸟。我也不妨陪他再玩一玩啊！一动就会疼的，主子，这点疼，朕能忍。那个海关道，
还有江宁府，都该千刀万剐。请主子发话。你们说，李卫现在在干什么？对，李卫就是那个姓李的，他肯定让人家给买了。臣以为，李卫不一定是受了贿。这都快成黑窝子了，他要是没拿人家的，不会成了缩头乌龟。如果因为拿了钱就缩头，那你们就小看李卫了。主子，他也让人关了战龙。他看见了比战龙更可怕的东西。小魏，看什么呢？那么用功。哦，《孙子兵法》，不错不错。哎，书到用时方恨少。哎，你用的不错。救你那位朋友的时候用的就是兵不厌诈。我爹就是读书太少啊。哎，这就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呐。我担心这一关战龙会不会把你那个好哥们吓跑了？不会吧？我那个哥们儿气得咬牙切齿的，逼了一口恶气。我告诉你，这倒是件好事儿。这口气越大的话，你越能利用它。啊，我也是这么想。哎，他虽然不是什么大官儿，可他手里有的是银子，有钱，照样能办成事嘛。不过你还得多跟他说说，别让他吃了大亏。说什么？比如那2个冤死的九江商人的事啊。那个陈宝坤无意中说道：“这里刚刚出了些乱子，说是什么李卫闹的，惊动了巡抚衙门、聂司衙门，惊动了周边4省36道。这倒像是李卫。他走得比朕还远些。要不，干脆召来，让他回个明白。那道真相是朕求着他了。朕既然来了，他能到的地方，朕也能到。对，等主子弄清楚了，连李卫的罪一块儿治。当然不会便宜的。回主子，那李小卫带了个郎中来，那小子也是个搅屎棍儿，别让他再来添乱了。是。等等，他还有用。对，李卫知道的，他肯定也知道。别跟朕再提什么李卫。这受了些惊吓，有些水火不济，进些温补，当无大碍。真没想到啊，又没有招谁，又没有惹谁，却遭了这么大的凶险呢。哎，不过，我说，你这身子骨还行啊，没事吧？还熬得住。哎，我问你啊，这笔买卖你还想接着做吗？不能让我光挨打不吃肉吧？哎，这话有理。海关道这笔生意，我是做定了。不仅要做，我还要把他们兜里的钱全都掏进我的口袋里。行，有种。事成之后，必有阿兄弟一份好处。哎，你小看我了，君子喻于义。好。哎，不过你最好小心一点，关战龙，这还是轻的。不怕告诉你啊，前一段时间我有2个朋友，就因为让他们起了疑心，结果呢，怎么样？哎，今年登山扫墓，又多跑2个地方啊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亲眼看见的嘛。后来怎么样？人家本事大，杀了个把人，屁事没有。
死了人就没经官动府？巡抚、聂台都到了。怎么了断的？了断？不来还好，他们一来，尸体都没了。哎呀，惨呐！你还知道什么？啊？姐夫，小魏啊，已经把那2个商人的事给说了。好。哎呀，这皇上说啊，这笔买卖他做定了。好。而且皇上还让小魏带他去看看那个埋人的现场呢。好。哎，姐夫，我这说了大半天，你怎么就蹦出一个好字来呀？啊，好啊！就在这儿，我当时偷偷跟着他们来到这里，亲眼看到他们把人埋了的。这案子没惊动江宁府吗？没有。因为知道这江宁府早已经成了海关道自家的狗了。那还用说吗？所以直接找了江苏巡抚和江苏按察使。没错。这一定是巡检使李贵的主意。你怎么知道？能把江苏巡抚和江苏按察使招呼来的，一定是朝廷的大员。看来，你知道的比我还多。哼，我这也是瞎猜的。我看后面的事呢，你就猜不出来了。2个大官都来了，本来想3头对岸，结果来这里一挖，你猜怎么样？什么都没挖到。哎呀，是我亲眼看着他们埋的嘛。我当时就藏在那儿。走漏了风声？没有，除了巡抚和聂台，没别人知道。那位巡检使李大人，当时一定很难堪吧？你是做买卖的，我只能劝你一句，当心点。没关系，有鬼的地方我绕着走。军机处文书到。这是军机处傅恒、傅中堂的亲笔信。我先问问你们，在我们的地面上有人报过2个九江客商失踪或者被杀的事吗？没有。啊？没人听说过？没有。这信上说，九江什么商号的2名商人，在江宁莫名其妙地被杀害了。苦主不知道通过什么关系，把状子递到了大理寺，连皇上都惊动了，要傅中堂亲自过问。什么人这么神通广大？你还管这个？比你本事大的人多了。是。傅中堂责称我们江宁府限期破案。这信上说了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这么大地方怎么找？怎么找？使劲找！把所有人都给我召集起来，从现在起，谁也不许回家，不许喝酒，有什么本事全都给我使出来，就是挖地3尺也要把他给我找出来。谁要是敢砸我的饭碗，哼，我就让他这辈子连粥都喝不上。那是什么告示？哎呀，管他呢，走，过来看看。哎，让一下。对不起。喂，哎呀，怎么了？悬赏捉拿九江商人命案疑凶。哪儿出的告示？江宁府怎么把这个案子又翻出来了？奇怪，这件事知道的人不多呀。什么人捅的？嘘，回去。
我细细的搜，哪儿都不要放过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是。什么？缉拿疑凶？江宁府章的告示。胡闹！捣什么乱嘛？听说是苦主告了状。上次这事儿没经过江宁府，他可能不知道缘由。你马上拿5000两银子去江宁府，告诉陈宝坤，这是我的事，别让他瞎掺和。是。这案子你告诉过那位谭台先生吗？是啊，我跟他讲啊，只是让他要小心一点。不会有这么凑巧的事吧？你说什么啊？他只是个商人嘛，还能跟这有关系吗？我有一种感觉，这件案子没有多少人知道，又已经被压下去了，没有大人物介入，是不会被翻起来的。你这位石泉兄，像有什么背景？哦，要是真的有来头才好呢，正好为我所用。就怕你被人当枪使了。哈，开玩笑啊！拿我当枪使的人还没出生呢。其实我这个人呢，还是挺能干的，你说是不是？最近呢，我读了《孙子兵法》呀，你知道《孙子兵法》呢？你看，怎么会是他呀？哎，阿兄。哦，是你啊，这么巧啊！这个，我看应该是石泉兄的杰作吧。什么意思？天下怎么会有那么巧的事呢？你呀，真是真人不露相啊！这话怎么讲？哎，我这双眼睛呢，看人挺准的，不会看错的。嘿嘿，我看呢，兄台你呀，哎，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这边请。哦，我看你呀，喂。这下麻烦了，这是副中堂交办的呀。这海关道也不好得罪啊。要说江南4省的关系，一个副中堂还比不上海关道啊。再说了，年头岁尾的，海关道那边的几千两银子，咱们不是稳拿吗？就算您查着了，那不鸡也没了，蛋也没了吗？这我明白。可是副中堂那边怎么交代呀？嗨，不就事桩命案吗？副中堂远在京城，他不看不见吗？编个案情缘由不就完了吗？只要天衣无缝就行。大不了找个替罪的，不就是个交代吗？说吧，阿兄看出什么了？你是那个
这是什么意思？老兄是那个通天的人物。实不相瞒，在下的祖上也是有功业的。当初从龙入关，战功显赫，时到今日，那些惊驾的王公大臣们也都还是很给面子的。哦，那个也算是老兄的手笔了。算不上什么大手笔，写了2封信而已，也是路见不平，总不能看着他们草菅人命吧？行，路子不软。大人说不用查了，不查了？为什么？问那么多干什么？倒也是，死的又不是我爹。出差，收队，走。是。走。哎，让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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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你看那是怎么回事？好了，散了，散了。我们接了，结案了。什么？喂，大人，凶手抓到了吗？抓着了，听说是一江洋大盗，就地正法了。哇，厉害呀！厉害！嘿呦，知道现在怎么回事吗？你以为你的路子不软，可是人家的路子更硬。我是让傅恒。谁？傅中堂。啊？我的信是请人交给了傅中堂的。哎呀，就算你那个傅中堂路子再硬，也没有钱的路子硬啊。江宁府和海关道近在咫尺，恐怕早已经喂饱了他。难道真的没有比钱更硬的吗？你现在还有心思路见不平吗？这是我大清盛世。嘿呀，哈哈，说你胖你还就喘上了？你真的想再掺和吗？啊？要不要我再教你一招啊？成教。好，你没有当过官吧？那我就告诉你，人只要一入了仕途，全部心思呢就剩下了一个，那就是爬一步是一步，就跟你们做买卖的一样，挣钱也会挣上瘾，当官也会当上瘾啊。这瘾头要是上来了，哇，这人就跟得了疯魔症一样。你是说？我是说啊，你要是真的有什么铁路子呢，或是能说动谁许他升一步官，甭说海关道，他能把他妈都给卖了，信不信？三人行必有我师。嘿，过奖了。嘿，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说的都是很有道理的，你知不知道？这小兔崽子，倒也有明白的时候。哦。军机错文书，傅中堂又来信了。安徽布政使说话就要出缺了。傅中堂说，他说让您补这个缺，有这意思？有这个意思？那您可就跻身大员之列。开玩笑，一个翻台那也是半个封疆啊！什么时候进京啊？傅中堂说让我把手上的案子办好办漂亮，拿着结案进京。那是要您的政绩。我明白。哎，那桩案子怎么样了？您不让停了吗？捡起来，给我好好捡起来，赏金加倍。那海关道那边咱们……海关道算个屁呀！可这案子跟沙道台他们有牵连呐。我还管那些，道台一抓一大把，翻台有几个呀？啊？
谁要是敢挡老子这条路，老子活剥了他！本府太尊有令，凡提供线索者，赏银加倍。哟，沙三爷，有事儿啊？敢问府尊，外面的告示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本府治理一城，常要出些告示，晓谕民众。不知道沙三爷，您问的是哪份告示啊？我是来讨句明白话的。陈大人，别在这儿跟我兜圈子。我这话里头有糊涂的地方吗？是不是嫌5000两银子少啊？嫌少直说嘛。啊，您说的是那5000两银子，巧了，我正要把那5000两银子给您送回去呢。您来了正好，省了我一趟车嘛。来呀，抬过来。给您都封好了。这搬来搬去的，别让外人看见，我们都是朝廷命官。这白花花的银子交来递去的，让人看见了说闲话。陈大人，同在江宁城里，这衙门挨着衙门的，干什么？哪儿过意不去啊？江宁城不管大小，都是天子治下，衙门挨得再近，也都得上对朝廷。我陈宝坤不才，可忠君事国4个字，我还知道怎么写。送客。哼，这个陈宝坤抽什么风啊？横得厉害，人都变了，像吃了枪药一样。我觉得，会不会是有什么人许了他更大的好处啊？哼，还能有什么人呢？不就是一个江宁知府吗？嘿，他能比李卫更厉害吗？一个癞蛤蟆爬到咱脚面上，也够让人恶心的。呸！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只要没线索，我亮他也查不出什么名堂。先放一步，召集全城的保甲，把话放出去。无论官绅民等，谁要敢多说一句话，我就掐死谁一家子。那陈宝坤呢？再看看，他要敢往前再多走一步，我照样办他。行。喂，哎，那2个商人就住在这儿啊。什么人下的手？哦，海关道内府的大管家，我亲眼看见的。闪开，闪开！那2人在这儿住过，进去问问。快！他们住的时候有什么人来过吗？好好想想，他们死的那天什么人来过？嗯？你到底看见过没有？我说你是哑巴了你啊！你再摇脑袋，我就把他拧下来。我要多说一句话，我们一家人脑袋都得让人拧下来。什么？住手！别难为他了。咦，你干什么的？喂，你干什么呀你？请3位官爷借一步说话。有线索了，有人知道谁是凶手。谁？就是让您前2天关了战龙的那个。怎么会是他？那2个江西商人是他的朋友，他说他一直在悄悄地查这件事儿。啊！我说呢，海关道的人让我抓他，看来他们早就是结了梁子的。对，想借我的手，这真是他娘的山不转水转，老天长眼。
亏我没把他整死哦。这都是大补，养养身子，聊表歉意。不敢当。听说那2个江西商人是您的朋友？是啊，莫逆之交。你看，咱们本应该同仇敌忾才是啊。听说您知道那个凶手是谁了？知道又能怎么样？哎，告诉我呀，我去办呐。算了吧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有人放了话，谁要敢多说一句话，就掐死谁一家子。哎，有我在，没人敢动您一根汗毛。再说先生的事儿，那就是我的事儿啊。你不怕？哎，本府历朝为官，待天子巡守一方，何惧之有？亏你还记得。哎，此乃须臾不可忘者呀。哎，太尊，你真想知道凶手是谁吗？我以义父之尊屈前就教，还无诚意否？我看还是算了。听说朝廷派了个巡检使，叫什么李卫，就在这里。我看告诉他还比较稳妥些。哎，别！我可把丑话说到前头，谁要抢了我这份差事，我就跟谁急。哎，我看那李卫也就算了吧。哎呀，李卫算什么呀？那是过了井的人物，老掉牙的东西呀！你说谁？这些都算了，说谁呀？我不说李卫了。既然如此，就把我们知道的告诉太尊吧。您成全我了，成全我了。哎呦，谢谢先生。人都埋伏好了，只要您认出凶手，招呼一声就行了。好，下去吧。哎，好。哎呀，老兄，你还真行啊，把个堂堂知府大人，都耍成这副德行。多亏你的那副升官图，许他个前程，果然好使。你还能许他前程？我当然不行了。我托请那个傅中堂稍稍给他许了个肥缺。傅中堂那是一朝宰相，平白无故的怎么听你的？当然不是平白无故的了。我把你上次拿来的那颗东珠送给他了。对了，我说了嘛，闹了半天，谁都跑不出这个圈子去嘛。陈宝坤说的对，水至清则无鱼啊。朕，什么？我是说，真不知道何为太平盛世。哎呀，什么太平盛世？所谓太平盛世呢，就是驴粪蛋表面光，下边黑得很啊。哎，告诉你，我见得比你多多了。抓不完的贪官，从皇上那儿算起，也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懂吗？不行，要有一个抓一个。哎呀，抓得完吗？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海关道，就已经闹得乌烟瘴气的。皇上又怎么了？还以为自己很聪明，动不动就给别人刨坑，有本事自己出来试试啊！我可以保证，照样灰头土脸。